香港，好多人以為罪犯係因為貪，因為一念之差。我先唔講道德，我淨係講一件事：當一個系統長期將人推到一個無路可退嘅地方，錯誤會變成一種被逼嘅選項。我唔會同你判對錯，我只係想講清楚，點解有啲人最後做出連自己都接受唔到嘅決定。喺呢個社會最常聽到嘅講法就係犯罪就係犯罪，冇藉口。呢句嘢喺法庭係成立，但喺現實世界佢解釋唔到點解罪犯會重複咁出現。因為大家睇到嘅係行為，但係大家睇唔到嘅係長期壓力下嘅結構。當一個人長期冇現金流，冇翻身嘅地方，容許佢錯誤嘅地方亦都越嚟越少，導致最後可以選擇嘅路唔係好多。最終嘅決定已經唔係揀好定壞，而係揀生存淨係規則。呢個時候犯罪唔再係衝動，而係一個被逼出嚟嘅決策。真正令人驚嘅唔係人犯罪，而係系統開始預設你一定會犯罪。大家可以留意下一啲行業長期灰色地帶，一啲生意就邊做邊踩線。有一班人日日都生活喺合法同犯法之間嘅邊緣。咁點解會咁呢？因為規則設計嘅時候冇預留安全生存嘅位置。當合法路線慢、低回報、高風險，而灰色路線快、現金流即刻有，亦都有圈子撐。系統其實喺呢度已經默許咗一種選擇，你唔係行第一個，你只係接住咗一條已經存在嘅路。好多人成日都講佢知法犯法，點解會咁做？因為大家忽略咗一樣嘢，人唔係一下子變壞，係一步一步被推到冇選擇。啱啱開始嘅時候，通常係接受一啲小違規，覺得冇咩嘢，跟住慢慢就覺得個個都係咁做，開始會覺得合理。慢慢大家已經係一個唔容許你乾淨離場嘅位置，到最後唔係你選擇犯罪，而係你選擇繼續生存。呢個就係地下系統最殘酷嘅地方，佢唔需要你變壞，佢只需要你撐唔住。真正高級嘅系統唔係用恐嚇嚟控制人，而係用結構去控制人。當你以為你有選擇嘅時候，其實你嘅選擇一早係俾人設計好嘅。安全嘅路通常係慢、好窄、好多人爭，但係越危險嘅路通常越快、越闊，有人帶住。當一個社會長期將人推向第二條路，你唔可以淨係怪行路嘅人，你要問點解第一條路會咁難行。而家我想大家唔好諗犯罪呢個問題先，我想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大家而家身處嘅系統有冇將大家推向一個遲早要背負自己底線嘅位置？而大家係咪開始已經接受咗以前唔會接受嘅嘢呢？合理化一啲以前從來唔會選擇嘅答案，話俾自己聽冇辦法啦，大家都係咁。如果大家開始講呢啲嘢嘅時候，大家唔係變壞，只不過磨平咗。地下系統最恐怖嘅地方唔係逼人犯罪，而係令到犯罪變得合理。當錯誤唔再令人內疚，只會令人覺得冇辦法。呢一刻系統已經贏咗。作為決策顧問，我唔會叫你反抗，我亦都唔會教你行捷徑，我只會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大家而家嘅選擇係一步一步將你推向緊將來會後悔嘅位置，咁你要好好諗清楚，因為你面對嘅唔止係風險，可能係一個你承受唔到嘅代價。